人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江一个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主任。最近主任足无闲，爱传足济物件要去拜拜。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台湾重要的民俗活动，就是普渡。普渡汉字写作普渡，罗马字写作普乌普，倒乌倒。普第2条，渡第7条。普渡是一款祭拜鬼魂的民俗，有鬼月普渡甲造就普渡。咱今仔日要绍介的是鬼月普渡。在台湾，一般的人认为7月时会开鬼门，所有的孤魂野鬼拢会伫即阵放出来，爱传敬米甲因拜拜，化解因的怨气，才袂伫人间难散来。这就是鬼月普渡。中原就是旧历的7月15，嘛会讲7月半。即天差不多，逐个所在拢会举办中原普渡，有公普甲私普2款。公普就是庙普，咱讲拜7月半，伫庙举办；私普除了同业，同家就是家庭伫门口拜拜，叫做拜门口。拜拜时，逐项敬米拢爱插一筒香。拜煞烧银纸，烧金衣，和好兄弟有食阁有掠。通常拜好兄弟会伫暗道下骹放新的面盆仔，底清水，边仔放煞文、面布、起面、起膏、螺仔，和好兄弟洗肠。7月时人讲有一寡代志唔通做，亲像唔通走去耍水。听讲水鬼伫7月会掠交替，台湾的海边常在有暗流，就爱洗哩哦。阁有唔通考试听讲考试会甲好兄弟考来，安尼因就会来找你嘿。讲到中原普渡，我想到一句俗语：7月半鸭唔知死活。这句俗语是咧形容人憨憨酷酷，像7月半的鸭同款，唔知代志大条溜普渡敬米7月半中原考试7月半鸭唔知死活。其实咱若存好心，甲好兄弟互相尊重，7月时慢免伤紧张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